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各项大位三角来主的圣殿来敬拜伊。这是个充满祝福的日子。今仔日咱伫礼拜前，咱将咱的眼光，咱将咱的目睭，单单地定睛伫咱的主耶稣身前。所以我今仔日要邀请咱三角用祈祷，把咱所经历的代志，无论是好的，咱就献上感谢；也是歹的，也是有苦难烦恼，也是咧忧愁忧虑的事，咱全然交托当主的面前。因为咱的上帝是赐平安的神，伊是为咱背重担劳苦的神。咱若是家己来派，想要家己来派遮的忧郁，做的事，咱就无法度成做一位清心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来拄着伊。所以，即时我邀请所有兄弟姊妹，咱将咱的心交托伫主的面前，求主来引带，咱三角来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将我们的心主管到我们的心手，主啊，请来主要说，我们感谢你，因为今仔日是一个得胜的日，今仔日是一个敬拜你的日。主啊，我着带一粒敬畏、谦卑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无论阮即马拄着什么款的境遇，检查是工作，还是身体健康，还是家庭的问题，佮也是人际上的困难。检查也是经济上拄着困难，主，我们将一切交托伫你的双手，我们将今仔日的眼光单单来对准你，因为阮深知你是信实的神。我们三角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我们经历一个更新的日子，更新的恩典。主，我们献上阮的感谢，阿乐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里空听主声音。轻轻听，伊的轻轻听，我的无遮临伫我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牧者临伫我的声。这是咱嘛，咱的主献上咱的儿乐，咱要逐天来儿乐主伊奇妙的作为，咱要逐天来传扬主伊的救恩，因为咱要来逐天儿乐主，伊是至高的神，是独一的主宰。既然有喘气的，拢要伫伊的面前来欢呼、来儿乐，将荣耀归乎伊，搁要来尊荣伊。因为咱的主是创造的主，是掌管宇宙过去、未来、现在的主。当咱学乐的时阵，一切捆绑拢要透开；当咱学乐的时阵，所有黑暗的势力就要对咱的心上来离开。所以咱要完全来献上咱学乐伫主的面前，咱三角献上咱的祈祷，学乐的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三角的祈祷。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名大有能力，主所有黑暗势力拢要捆绑，我伫你的主的主啊，你的名，你的大能领导。主啊，学乐你的名大有能力，所有黑暗的势力要降服伫你的脚下。当阮呼求你的名，你的大能就要领导。主啊，求你刷去阮生命中所有黑暗甲惊吓，拍开属灵的目睭，互阮看去你是独一的真神，明白你是生命唯一的救主。主啊，你的名是值得称赞，值得学乐。
主，我要因为你，我要扬起得胜的旗，我要宣告你来带领我来过着得胜的生活。所有黑暗势力、一切计谋甲谎言，拢要互万民来归伫你的名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主啊，求你伫阮生命中来掌权，看顾阮的身心灵，拢会当得到平安，有健康的身体，灵命持续成长。感谢你为阮所备办的一切，我要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安尼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煞者人嘛为咱的罪来摆咧伫主的面前，咱常常得罪神，咱无地都唔知，所以咱只是邀请兄姊妹，将咱所有的罪摆咧伫你主的面前，求主用伊的宝血洗净咱所有的罪过。咱三甲出声的祈祷。主啊，到你的面前，我承认阮有罪本性，真罪有罪歹，罪恶常常犯罪。主，恳求你来洗净我所有的罪。至诚至善的主，我们将阮的所有的罪摆在你的面前。阮知阮是罪人，阮无靠家己的意志来做完全的人。虽然阮有愿意的心，但毋过常常也袂过肉体的情，目睭的情，甲今生的骄傲，常常伫罪恶中来生活。求主你来恢复阮，用谦卑柔软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跟对你。主，我们将阮的心思意念完全交付伫你的圣手，求主你来引带。主，我们将阮的罪摆咧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来赦免。哈利路亚！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阿天通听主声音。轻轻听，你的轻轻听，我的无遮临伫我的声。你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你是大无遮生命的主宰，我的无遮临伫我的声。只是邀请兄姊妹，咱三甲为着富强教会来祈祷，求主来兴旺富强教会，互富强教会成做一间是传福音、合适主要款式的教会，互富强教会所有兄弟姊妹，拢会讲和睦相处，彼此接纳，互富强教会成做有听的教会，成做这个社区的亮光，成做这个城市的祝福。咱也三甲为着牧师团队，咱的长职、同工，甲每一位会友来祈祷，恳求主赐了大家拢有一粒谦卑的心、顺服的灵，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上帝，领受上帝的恩典。咱也三甲为着富强教会，大家家庭献出咱的祈祷，也为着病痛中的兄姐。的肢体，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你收束我哋富强教会，正系真嘅事，充满信心，正是感恩。互咱富强教会有优良传统，真做一个充满上帝听的教会，人人真做基督嘅精兵，来传福音，人人有备好家己来军队牧师，追求逐日上遵守大训练。主啊，单单是伫行动上来传福音，佫是生命甲影响生命来传扬主的听。主啊，你加添阮听的力量，互阮听神佫听人，互正兄弟姊妹时时追求祈祷，追求主你的心意，互阮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意念为意念，互你伫阮的生命中来掌权，
活出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为富强教会护长好的牧师团队来培养我，佮竞选一群愿意为神乐意服侍的忠职同工，来完成教会所有的事工。主啊，求你赐了甘心奉献的心意，亲自伫的心中。主啊，求你赐了下密伫的中间，透过因的服侍，佮来靠我亲近你。主啊，天父啊，你是阮的避难所，我嘛要只是要为着阮教会中身体病痛、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来向你祈求。主，你是一切医治、一切祝福的源头。求你怜悯听小阮。主啊，你医治的圣手着你即时着临到需要医治的人的心上，互因早日得到健康。阮也特别为着失去亲人的家庭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亲自安慰遗族，赐了安慰的灵，甲毋望这个家属中间，亲自拭去因的目屎，成做因的瓦壳。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感谢。主，你是大权力的主。主啊，当阮向你祈求时，主愿你的心意就显明伫阮的中间。主啊，我们向一切献上你的面前，感谢喜乐。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从主的声。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者，聆听我的声。只是邀请兄弟姊妹，咱三甲为着复兴台湾的正教会，会当交做传平安福音救赎恩典，有三甲为着咱台湾这片土地来祈祷，也为着台湾的平安经济，甲社会的和谐，两岸和平的相处来祈祷，也为着咱南部欠水的水情来祈祷。煞着咱嘛，三甲为着咱家己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成做上帝所重用的器皿来祈祷。求主来复兴台湾的正教会，成做台湾百姓的祝福。三甲咱嘛为着牧师今仔日2堂的讲道献上咱的祈祷，以及所有的服侍同工。所有咱的事工的推行，咱拢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三甲出声来祈祷。主啊，主啊，你的信心甲阮三甲。主啊，你掌管天地的主，万物拢要康复伫你的脚下。阮来到主面前，特别为着阮徛起的岛屿台湾来祈祷。主啊，你起初为阮创造的环境是何等的美好，但搁因伫阮人的罪，互这个环境破坏。主啊，求你消灭我。主啊，求你怜悯我，求你医治这片土地，愿你的阳光分遍照这个台湾这个所在。主啊，我们为着南部的水情献上祈祷，主恳求你赐了温和伫这片土地，赐了雨水伫阮这片土地，互阮无受到欠水所带来的困难。主啊，我们为着咱的政府的官员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赐了属天的智慧伫的心上，互所有执政者、掌权的，拢有忍耐公义的心甲勇气，互因来敬畏主，存谦卑的心来治理，互台湾有一个好的未来。主，我们恳求你掌管这个土地。主，我们将一切献上阮的祈祷，阮特别要为着牧师今仔日2堂所传讲的信息，献上阮的祈祷。主啊，恳求你的信心甲牧师三甲地地，
互伊所传讲的信息，拢是对你遐的话语，互每一位听到讲道的人，每一位坐伫座位顶的人，拢平平来领受上天来的智慧甲温哥的甲祝福。主，我们将今仔日所有服在头讲献上阮的感谢。主，恳求你使你的信心甲因三角之地，互因伫服侍的时阵有主你甲因同在，互因哪服侍哪甘甜，哪服侍哪有快乐。主，用一切献上阮的感谢，感恩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伊是大国家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谈主的声。伊是大国家生命的主宰，我的无价领于我的声，我的无价领于我的声，我的无价领于我的声。这是邀请咱兄弟姊妹，咱三角来起立，咱来用歌声，咱来学乐咱的上帝。我就哈利路亚，主赐我命。我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救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可救主拢无惊。我就哈利路亚，主赐我命。我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救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可救主拢无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救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救主拢无惊。我就哈利路亚，主赐我命。我就哈利路亚，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困叫救主甲我同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可救主拢无惊，我可救主拢无惊，我可救主拢无惊。主，我靠救主，咱就拢无惊吓。咱只是用咱谦卑、诚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主。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应当冠冕，一切恶乐拢归你。敬拜主，敬拜冠冕的主，对伊宝座冠冕喜乐，对伊万国。来歌舞，当时歌舞，主耶稣生命。来喝乐，当时喝乐，应当的欢乐。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伊把的名。荣耀万荣的哦，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应当冠冕，一
敬拜主，敬拜关键的主，对伊不做关键是路，到底望过。来个故，当心的故，主耶稣生命。来欧罗，当心欧罗，应当会共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伊把配命。荣耀万王的王，来个故，来个故，当心个故，主耶稣生命。来欧罗，当心欧罗，应当会共我。敬拜主，敬拜尊贵的主，伊把配命大地荣耀万王的王，伊把配命大地荣耀万王的王，伊把配命大地荣耀万王的王。主啊，感谢你，我阿乐你，主啊，恳求你将属天的荣耀、属天的福分，即时降落伫我哋中间。天庭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庭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庭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万国阿拉你，你是荣耀君王，天庭的哈利敬拜。天经地义，爱的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经大开，你的荣耀降落来；天经大开，你的同在降落来；天经大开，你的荣耀降。你是荣耀君王，天庭的哈利敬拜，哦罗耶稣基督圣的有个荣耀归你，天庭的敬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的有个荣耀归给你，天庭的敬拜直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在你家，咱拢好乐意，互万民主吧归恩伊。上帝就伫遮，人拢好乐意，叫做真敬拜永无停。上帝就伫遮，人拢好乐意，互万民主吧归恩伊。上帝就伫遮。
是烟苗滚红，已经地，已经白。好了，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你，已经地，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已经地。已经大，好了，耶稣基督圣洁有个荣耀归你，已经地，敬拜你到永远。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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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声来讲，哈利路亚，哈利。这是咱来唱圣诗38首。好了，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以做你大贵来拯救你救了主。天地的人，就进入你的心底，让我甘心欢喜称赞。好了，老有的主上帝，愿你实在记忆。受害，软弱的主扶持，你将无法心爱所应我的主，叫你命令记着受死，叫了主我你工作。心蒙可保护你，你的慈爱甲怜悯，阮当常常看顾你，平心来想，主那做你的朋友，全能的手。世间情人忘着这声，无路因为面前，阴公阿妹，救主因的我现，永远落了伊的恩典。哈利路亚！阮学了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通过诗歌来学了你，你是造化的大君王，主你是万有的主上帝，你保护照顾，你互阮无受害，你互阮伫工作得到兴旺，甲得到保护。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因为阮是你的百姓，主啊，伫你的圣日，阮甲这段时间归用讲伫主，归伊做圣，来甲主你亲近，为着要领受你天顶来恩典甲祝福，你圣神的启示，
甲提醒，以及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拯救、甲恩典。彼上帝，这是属于你的圣会，所以阮众百姓要伫你面前学乐敬拜，要伫你面前祈祷恳求，也要伫你面前看见上帝你所行奇妙的奇事，神迹伫阮的中间。阮今日敬拜，对头到尾归荣光伫你，圣神伫阮中间来运行，帮助阮搁较入捌主，帮助阮搁较看见上帝你的恩典甲疼，较无主军队主你的脚步。我们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道临到，你的旨意行，伫这日日天里，我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这是咱掀开周报尾啊，启应文54篇。我来启会上三甲内应，心灵善假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咱三甲阿头的祈祷。全能永活、自有永有的天父上帝，你是万王的王。今早起，阮搁一摆组织伫你的圣殿，同心来敬拜你，因为你赏赐恩惠、仁慈，互阮众兄弟姊妹。你差遣你独生囝耶稣基督为阮降心，带伫阮甲上帝中间，带来上帝丰富的恩典甲真理。亲爱主耶稣，求你的保护、亚看保护，佮命令一切忧愁、悲伤甲苦毒，拢要伫阮生命中来消除。主啊，求你赦免阮所有的罪，阮常常得罪你，离开你的道路。求你来赦免、教示阮，互阮知影阮的歹，洗清去阮所有的过失。求你保守阮，互阮会当过着圣洁的生活。用欢喜奉献的心志来服侍你，合适主耶稣的款式来行人生的道路。主啊，你讲你是葡萄树，阮是树枝，阮若定伫你内面，你也常常伫阮内面。离开你，阮就袂当做啥。求你帮助阮，互阮日日祈祷、读经来亲近你。阮要将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你的圣手，求你来掌管，互阮凡事丰盛，日日来得胜。主啊，阮嘛要伫遮承认，阮需要你的医治，甲你的恩典。主啊，你总是不断提醒阮，要用永恒无改变的完全的疼来疼阮。你是一切的答案、医治的源头。赦免阮常要用家己的能力来解决所有面对的困境。求你赦免阮，袂记来追求你，当阮带着伤口来到你的面前时，只有你会当透过，互阮知影，阮会当承受一切的痛苦甲重大的忧愁。你知影，阮需要自由，阮需要得到头放。主啊，求你教导阮，
敬信祈祷，领受你的话语的带领。主啊嘛，恳求你施恩持续施恩祝福，互福强教会有同一的意向，有合一的心志，才着教会所开设所有的课程，也是小组彼此的关怀，互福强教会成做一个健康传福音、荣耀上帝的教会，也是得灵那得喜的教会，佫是佫有上帝荣耀同在的教会，互所有兄弟姊妹甲牧师团队终一同工，同心一同领受上帝佫较大的祝福甲应允。今早起，我若要透过牧师的传教的信息甲分享，佫一摆领受对你遐来的话语，互恁命得到帮助甲帮赞。求主看顾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拢往你来天开，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交托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耶稣要记住我，你的心都令我悲喜。耶稣要记住我，你的心都令我悲喜。享受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这是我来共读。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把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把因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一定互恁清气啦。恁着不时甲我连结，我就不时甲恁连结。枝无黏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恁若无甲我结连，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恁是枝。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因为无我，恁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枝，互人ฮ็出去外面，捡规堆，ฮ็落火烧。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无论爱啥物，求就甲恁结实现。恁若结真侪果子，表示恁是我的门徒，我的爸会因为安尼得到荣光。以上献诗，咱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完，邀请校师来讲道。今仔要传讲的信息是连结生命的主。哈
多谢今日圣歌队用哈利路亚带咱来敬拜上帝。今日特别呢，咱有王乔伊老师吼来客座指挥，咱甲王乔伊老师说多谢一个，多谢多谢吼。啊，乔伊老师虽然是咱的会友呢吼，啊，毋过伊因为音乐的服侍吼，啊，无法当定伫咱教会啦吼。啊，咱圣歌队昨昏特别邀请伊来甲咱做指导，就亲像讲一个团队吼，爱定定有迄个训练，啊，有迄个个精进进步吼，啊，真多谢伊用即条遮尔水的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啊，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咱大声先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感谢你，互阮即个时刻安静伫你面前。主啊，时间一分一秒，拢为固定的速度，但是当阮进入到主的内面的时，阮就看见即个时间是何等的宝贵甲甜蜜。主啊，阮浸伫主你话语的甜蜜的中间，也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甲开力。愿你听伫阮中间，也启示阮明白你话的假实。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读的经节，大家实在是真熟吼，真熟，就是真的葡萄树的譬如。要甲咱三甲分享几项伫咱生活中信仰甲生命、信仰甲主的关系，甲咱做一个提醒，也是去做整理吼。当这经文，咱会陆续来做这个复习吼。当咱甲主耶稣的关系，伫今仔日经节内面，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吼，听起来是足单纯嘛，是足清楚啦，无人无了解。也毋过，咱若是倒转去耶稣伫讲迄个话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即个故事，即个譬如吼，毋是遐尔简单吼。先譬如呢，因为耶稣用葡萄树甲枝的譬如，是伫伊最后的晚餐的时阵所讲的。最后晚餐的时阵讲的，安尼什么意思？耶稣伊进前，咱来看约翰福音吼，头前一定咧交代讲，我要受定十字架。我要来离开恁，伊讲我要找圣神来到恁中间，这经节拢咧铺排。然后耶稣会离开这学生哦，耶稣要离开这学生，当到底这学生要安怎继续甲主有一个连结呢？因为这3年来，学生甲耶稣拢对做伙做伙工作，做伙传福音，做伙食米，做伙休困但即马耶稣要离开，伊用即个来甲门徒宣告，讲我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安尼咱就看见讲，耶稣伫讲即段经文、即段譬如，伊重要的目的，是因为伊是要甲因讲一个生命的关系啦。葡萄树甲枝的关系，
后来咱看见耶稣甲学生用食饼甲葡萄汁，安尼就是表示，迄毋是一个简单的食暗顿，也是食米的问题，是已经进入到迄个活命生存的问题。啊，这是咱今仔日要伫遮安尼好好来思考甲整理的。啊，咱知影讲耶稣用葡萄树，咱就知影讲。葡萄树是中东地区啦，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吼，迄个地区上界普遍的水果吼，啊，而且佫较是经济价值真悬的即个作物啦吼，经济价值真悬的作物。咱台湾吼，逐项安尼，有诶有欠，有诶无欠，但是上无欠的是果子，对毋对吼？最近有人咧。评论讲啊，到底台湾是全世界多几项吼上会当安尼足骄傲的一项啊？有人讲这啦，讲台积电拢有啦吼。但是到最后讲吼，迄果子绝对袂使无安尼。吼，我前安尼伫咱附近遐尼济档啊吼，前早前咧，咱的即个欧阳兄吼，因为伊拢会当去印刷厂摕到迄个每一年吼，迄个果子的月历。吼，过去的月历吼，安尼农林厅啦，也是讲水果工会啦，哦啊，逐个月拢有遐尼水的果子啊，吊伫客厅吼，感觉讲吼，看咧到地吼，心情足好啦，安尼食物件加足有滋味安尼。咱台湾无欠果子吼，但是若是对中东来讲，果子无遐尼简单有啦吼。比如咱定看耶稣讲的，大概是葡萄啊，无啥橄榄对无吼，无遐尼济啦。啊，耶稣用即个，就是因为因生活上非常重要的作物，葡萄。遮尔侪果子中间，葡萄吼所衍生起来，整个的即个世界的即个产物的果子经济，葡萄是大概是一个安尼第一等的这种物件。咱看这葡萄树吼，啊，看了真水啊，真好看吼。啊，这葡萄咧，咱台湾嘛种啊真好咧。咱咧迄个彰化遐大村啦，大川的葡萄吼，啊，什么巨峰葡萄啊，种啊真好。咱台湾的葡萄啊，种了愈来愈有名吼。啊，咱就知影讲啊，真正这葡萄树，互咱看到这个葡萄园啊，拢是这个啊做职人吼上重要的经济作物吼，经济作物。啊，这葡萄树呢，咱通看起讲，毋若是食葡萄啦。早前葡萄因为无有啥物款冷藏的设备嘛，吼，啊，所以呢，后来有人咧研究讲，酒是安怎发明的，吼，酒是安怎发明的。有人就研究讲，可能是秘鲁上紧，啊，有人讲毋是葡萄，因咱知影葡萄就是果子嘛。啊！你早前也无冷藏的设备，也无啥物款的设备，当然后来做葡萄干迄种的吼。啊，但是葡萄吼，伊一个放久以后开始发酵啊。啊，然后吼，有人讲可能是伊个酒是上帝自然甲发明出来。有人讲，啊，这来变芳的呢，啊，毋是臭酸气呢。啊，食咧到地啊，佫感觉真好食呢吼。啊，所以后来葡萄啊，真正是。变做葡萄酒的产业，迄度一个世界级的企业啊！啊，咱在台湾的这个巨峰葡萄吼，也是真出名，大村葡萄啦吼。所以有人讲葡萄酒，伊来酿制吼，就是讲开始来甲结酒，会通追溯到西元前9000年啊，到4000年，就是讲主前4000年、9000这段时间，新石器时代都有人咧做这个葡萄酒啊。啊，所以葡萄来做成葡萄酒，佫较是极大的产业就对啦吼。所以有人家伊称呼叫做神的饮料，神的饮料吼。啊，顶日我有听去一个新闻，也是讲一本册咧报道吼，讲迄好野人吼咧啉葡萄酒，若去买到迄种特别年代、特别贵的吼，迄毋是几千块的葡萄酒咧。迄是几万块美金的葡萄酒，安尼一杯落去吼，安尼就足价值。啊，我看到伫迄个新闻内底讲，全世界目前上贵的葡萄酒，伫法国
就一个所在，就是葡萄酒的产区啦，布根地吼，迄个所在，讲捌伫迄个拍卖，拢总是即个55万美金吼，差不多咱1716万的葡萄酒。啊，即款葡萄酒若徛伫你门头前，你的头前安尼，甲一般咱伫迄个全年买吼，几百箍你嘛袂认为讲即罐较好即罐较好，讲即罐是全世界上贵的葡萄酒吼。当即个葡萄酒，我意思是讲，遮个物件慢一个，敢若一个单纯的即个果子的作物，煞形成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吼，世界级的产业。耶稣伫迦纳的宴舍内底所，甲水变做酒，恁甲想讲，这水会变做酒，到底什么酒就对啦，吼，咱若无伫现场啉啦，吼，真侪人讲有可能就是葡萄酒，就是葡萄酒，因为迄是中东上出名、上好的一种迄个酒类安尼吼，这是迦纳婚宴的图啦，我想这是。后来画家家画足东方啦，当然迄个时阵无可能是遐尼水啦吼。当然这是咧甲咱讲起着讲，葡萄树有伊的特性啦，葡萄树有伊的特性，就是讲葡萄树甲树枝吼，伊通延伸搁长搁宽。所以有人讲，较早咱拢传统，即摆现在因为大量产业，当然迄就无共款，拢是足专业咧栽培吼。若传统较早若咱兜门口种一两丛葡萄树伊就用迄架葡萄树的迄个架互伊伸去。这葡萄树一个延伸性足悬，像咱的迄个菜瓜嘛是共款吼。即款性质，意思就是讲，一丛葡萄树会当牵足远，你甲想吼，也无遮野刺啊，吼，也无抽水的设备啦，有法度人一丛葡萄树伊的枝到叶到尾。还佫会青翠，还佫会结果子，迄奇妙，真奇妙。但是因为安尼，咱知影啦，小可一个无好势，比如讲陷着烧风，是毋倒去用压着，迄个枝甲叶就容易伫遐会乌去，会打去，所以爱常常来修剪，毋通互伊塌伤密，爱翕着，所以讲就爱甲伊洗好好势。保持通风，保持迄个日头照会着，养分爱有够，这是葡萄树在栽种的秘诀就对啦。咱的教会吼，虽然住伫市内，我知影在座咱足侪会友吼，足爱种植，吼，咱的陈天的牧师嘛足够栽迄个盆栽吼。意思是耶稣是安怎要讲这？因为因当地的人足了解，是咧讲着听有就对啦，吼，是咧讲着听有。咱在座若是你咧种植的兄弟，你就知影讲，树甲枝有真侪的关系啦。迄个关系就是你爱有遮个条件，才会当互你的栽种足水足好，有土、水分、有空气、甲阳光安尼。所以耶稣一个讲遮个故事，特别是伊要离开进前讲遮个学生，就随时想讲耶稣讲这是要对我讲甚物？也是讲，甲伊提醒着。那葡萄树甲树枝的譬如，事实就是咧讲生命连结的关系，生命连结的关系，毋是单纯一个安尼画面安尼那定。那讲入到咱人的生命，因为耶稣要离开学生，所以因要甲伊讲，恁爱甲我结连，若无吼，恁会孤单去。就亲像讲，恁的枝叶愈断愈远，若无主耶稣基督的保护。恁会打去，会连去安尼，所以人的生命孤单是呢，枝离开树啦，枝离开葡萄树，是讲家己用乌白接无好势，互伊凋零去，是讲放伫迄个安尼偏远的所在。对伫即个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讲当时的遮个学生，因足熟悉的物件。耶稣的学生真侪是讨海人、掠鱼人啦，但是因伫日常的生活中，拢会接触到遮个食物、过去的物件。所以伫遮，咱通过耶稣讲遮个故事，是咧甲咱
来提醒咱甲主耶稣的关系，就是伫属灵的部分，属灵的部分啦吼。耶稣毋是咧讲即个实质上的果子哪定，伊是咧讲咱甲主有属灵的关联无。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做一个基督徒，讲我常常要甲主相结连，到底是咧结连什么？是因为咱伫思考的顶面，伫咱的心态的顶面，伫咱的品格、个性的问题，咱的人生观的思考，你有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无？有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开达无？这是咱咧学习的。啊，他先耶稣要提醒这个，是因为人有罪。迄就亲像咱定定会栓塞吼，会塌掉啊，水管会塌掉，咱的血筋嘛会塌掉。啊，迄问题实在是讲，即个通透若无，啊，迄个罪就引起啊。所以罪的结果就是关系破裂。兄弟姊妹，咱常常爱去思考讲，当我人生的日子有时安尼真袂顺遂，啊，这也无好势，迄也无好势，到底出伫倒位问题？请你会记得爱倒转去源头，迄个罪的关系。罪所互咱引起甲上帝的隔断，所以当咱在思考葡萄树甲枝的关系时，咱是想讲罪的结果是关系破裂，人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你甲家己的关系，佮人甲即个环境的关系，拢是伫即个生命的关联的内面。所以当咱若看见即四项的大方向，咱感觉有脱碍、有阻碍、有中断的时阵，咱来想讲，这是罪所引起的。罪引起你甲人甲人中间的相处，有时甚至你甲家庭、亲人、是大是小中间会袂顺遂。你毋通想讲啊，我哪会遐歹命，或是我哪会遐尼歹运？有时是罪咧引起的。若无对源头去甲伊处理，常常是你愈努力啊，愈开力愈无。包括你家己，你毋嘛家己要好，要安怎？但是做袂到。问题毋是你无要努力，你嘛毋是讲你无要安尼做好啦，是因为罪在甲你脱害，魔鬼的引诱。所以耶稣咧讲葡萄树甲枝，你来想着迄个通透无？有结连无？啊，所以真美势软弱的家己，甲圣属生命主耶稣基督有结连，才有真正的开力。咱来对这去想，你就会发现讲啊，足侪问题吼，是对源头去解决吼，毋是安尼，迄个头痛医头啦吼，脚痛医脚安尼。所以兄弟姊妹，咱大家思考，耶稣来到地面上，伊伫十字架顶来放杀伊的生命，就是要甲咱重新修补即个破裂的关系。即个破裂的关系，耶稣毋才会甲伊讲，我要离开恁，但是恁爱甲我相结连。我是真的葡萄树，恁就是枝。啊，所以兄弟姊妹，伫咱在思考咱人生的日子中间，你是毋是定定去思考着你甲主耶稣基督结连的生命？换一句话来讲，接受耶稣基督就是生命回归啦，重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信仰毋是只干一个理念上的想法，也是讲你一种安尼理智上的决定了，是你要活出丰富的生命，活出丰盛的生命，活出荣耀主的生命。所以咱也咱看通过这个经节，咱引用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17安怎讲？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吼，无论什么人，表示你我大家拢有迄个福分啦。甲耶稣基督结连，你就称做什么？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当拢变做新的，甲基督结连。啊，咱兄弟姊妹，咱要互相相勉励。就是咱毋若是甲主相结连哦，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讲，你爱成做会当结果子的葡萄树啊，爱成做会结果子的葡萄树枝。咱要来学习拄则所读的经节吼。啊，伫即个咱咧讲耶稣咧讲譬如吼，真爱用着遮个种子也是果子。
啊，有人咧研究讲，啊，你若咧读保罗的批信，对吧？吼，也是咧读四福音，耶稣咧讲的话，甲保罗咧讲的话有真大的差别。耶稣拢是咧讲生活上的足极简单的故事，啊，保罗吼，伊伫咧读过大学的就对啦吼，逐项想拢是安尼足深刻的、足逻辑的吼，啊，较抽象的。啊，所以保罗除了咧讲伊即个百姓古早的故事以外，伊就是咧讲有足有条理的吼。啊，所以后来2000年来的教会吼，真侪拢受到保罗的深刻的影响。但是咱毋通袂记哩，耶稣是一个安尼用譬如、用故事、以生活上拢会拄到的话，伫甲咱讲迄个宝贵的真理。所以用着政治甲国际的譬如真侪啦，咱凊彩遐想起有即几项，也挂太子的譬如嘛是政治对吧？过来亚正的譬如吼啊，也伫石架地，也伫路边吼，也伫好土地，这嘛是拢甲政治。啊，过来耶稣讲一粒麦啊，若无落伫地呢来死，啊就会结出侪侪，拢甲政治有关系。啊，耶稣讲葡萄树甲枝的譬如，拢是共款。拢甲生命有关系。但这段经节有几项的重点。耶稣讲：“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的爸是安那做园的啦，园丁。吼，耶稣是葡萄树种伫土里，啊，咧顺迄个园的吼，做事的吼，啊，咱在座真侪拢有去咧做事吼，恁就是迄个园丁哦，吼，咧顾树的，顾遐果子的吼。”顾遐正做的物件吼，啊，他做事人安怎做？吼，咱在座若有咧做事，拢知影。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割掉吼；啊，会结果子的枝，伊就修剪，互伊结果较侪。安尼这有两个战术，对毋对？未结子的，啊，就安尼生着安尼连吼，啊，无把式的啊，规矩拢无去啊，这加食了米的就对啦吼，这个会结果子，啊吼嘛是同意思哦，互伊结较侪，啊所以甲遐个较无路用的、较无需要的，甲删掉。啊，我想做种果子的人拢真知影，你毋通想讲哇生遐尼侪哦，拢甲留的，啊到最后吼，啊逐粒拢袂水袂好食，啊所以咱做事人吼，咱像最近吼。哇，山也要来啊！吼，咱伫迄个南华啦、玉井啦、左镇遐吼，我迄山坡地哦，哇，一粒安红的迄个山也要出来啊！吼，啊，做事人都爱，即满拢讲用迄套带哦，搁甲束起来，一粒束起来，你看偌尼功夫啦吼。但是若看见啊，一粒生得袂无讲介水吼，就甲慢起来，莫互伊吼加食了米安尼。啊，所以。上帝是园丁，伊当然都爱做这个工作。伊目的是为着什么？要互果子坐个巴适，啊，若无伊就甲剪掉。你看，一个是剪掉，就种完全断掉哦；一个是修剪。因是为你我大家拢爱面对咱的上帝、咱的园丁、咱的做事的来对咱修剪。啊，这是一个咱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结果子的关键就是，耶稣讲：恁爱常常甲我连结，我就常常甲恁连结。无论要爱什么，就要得到。这句话真有意思哦！这是咱若基督徒拢知影讲，安尼就是我甲上帝求就要得到嘛。但是若照葡萄树的意思，就是什么？你已经甲这个树头、树干吼连做伙，啊，这个有充足的日头，甲你。就甲你照有充分的水分、养分，互你吼，啊，你就会得到啊。求就得到的意思，就是你甲主结连了真好。像你即位，你有是毋是常常祈祷讲啊？较像毋是介顺遂，讲上帝拢无啥咧听我祈祷安尼吼。啊，咱即个苏怡琪姐妹啊，2礼拜前咧做见证，啊，伊的文章刊伫咱手报内底，伊嘛有咧讲较像我讲上帝拢无啥咧听，嘿，但是当伊拄着人生上大的困难的时阵，伊知影讲，这袂使凊彩啊，啊，伊就
虔诚，甲主祈祷，搁写祈祷卡。上帝开始应允，是毋是甲做，互伊做梦？你敢知影？安尼什么意思？就是甲主的结连吼，较早拢无啥通啦。迄时阵咧电线吼，咧接电哦，接袂好势，甲先想会通，想袂通安尼。咱现在人吼，足侪人拢爱一个人爱几啊条迄个插手机的电吼，用一个固定炸来炸去吼，有无？咱的电线拢会小可要断，你敢知？若无好势插足久啊，奇怪，咱拢袂饱。原来电都袂通啦，同意思。葡萄树当甲主耶稣，你会记甲主，这个树上结连的时阵，你就会结果子侪，求就要得到。所以结连的重要伫遮。你要丰富无？你讲我的生命要丰富，我的工作要顺遂。拄则咱吟这首圣诗真有意思哦。我唱到第3节，你讲着阿罗主，互你工作兴旺，搁保护你。伊讲你着阿罗主，表示你甲上帝关系是一个足有生命的关系。阿罗主，我无论人生拄着平顺，也是挫折，也是拄着困难，我若上阿罗耶稣基督的恩典，主的保守就要甲你伫地。所以得到主的生命甲恩典，搁享受，这是咱甲主的关系。第二，咱讲。做事的善会减啦吼，这是离开主的伤害嘛。你甲主分开，就会发生即款的伤害。耶稣讲：若无我，恁就什么拢袂当做。啊，这是中文的经节啦吼。无我，恁就什么袂当做。迄个鸡若离开迄个树吼，较水都无路用安尼啦吼。我就想着讲吼，旧年咱的主日学吼。第过偌济，应该是过偌济就请老师吼来甲小朋友教讲吼，因为伊买足侪迄多肉植物，就是咱迄内底吼一丛丛足细丛，毋过生命咧足好诶安尼，就教囡仔吼，一个小小诶盆互因去栽安尼吼，毋知啥物原因吼，迄阵开始咧疫情嘛，所以留骨仔会留伫教会。我就起来讲试看卖，安尼真正甲压水慢慢佫活到今年咧吼，我今年安尼。咱顶无偌久咱的即个惠圣节吼，惠圣节的后生结婚啦吼。阮有几个人代表去互请，因伫迄个餐厅吼，送每一个参加的人一丛多肉植物安尼。所以咱只来看着讲楼骹吼，伫咱1楼的大厅吼，有几丛迄就是留起来。牧师对栽这毋是介内行我拢当个请教咱的陈添的牧师讲你盆栽榕树是安尼，互伊发足旺足水安尼吼，都有咧甲压水安尼袂水拢爱请教就对啦。但是有点迄种心理是讲，甲看卖看到底伊安怎活吼，安怎栽伊才会水安尼吼，真正有影，迄若水无够，也是讲迄个无够朴质，也是无通透，伊就会蔫去。昨谢牧师有一丛对去咱迄个园艺伊送的吼，一丛迄足水的叶观叶植物啦。毋知影讲伊迄都爱直来压水吼，想讲互朴一个日头，昨摕出去门口朴日，哇怎冒去，怎蔫去，我哇这声毋知救会起来袂。昨赶紧甲灌水灌来讲，早起甲看，佫叶佫定起来，哇感觉讲好佳哉，无伤着根的款。迄袂通透吼，迄树枝吼，足诚实的就对啦，随时都发生。我阁想到吼，人咱的身躯的循环嘛是共款。我的老母吼，爱住平湖吼，伊吼来台湾都较无骹路，所以都无啥爱来。但是不得已爱来台湾，什么原因啊？身躯无爽快。伊有一站就是伊的骹枕头母吼，有一个伤口拢袂好啦。较用什么药抹去互医生注射拢无路用安尼。前无偌久吼，佫开始咧疼。伊若伤痕抹袂疼，佫袂要紧，会疼就艰苦。真正不得已吼，就走来台湾。我的小妹伫嘉义吼，即个基督教病院咧上班，伊讲无你来我遮，我带你来吼。要送看咧，讲整形外科啦，讲即个
这上魂啊，要有精神外科看呢，就是讲迄内面可能有啥物原因才会袂好，拢定上魂伫咧安尼。啊，医生到尾，有甲伊做处理了吼，搁甲检查，伊讲吼，因为你年岁大吼，你的血液循环无到遐啦，意思讲吼，血液循环无啊到迄个骹尾遐，啊，所以无管吼，伊血液不畅通，啊，当然就会上魂袂好势，啊，真正搁甲伊处理迄个血管吼，啊，互伊会当通透。讲过无几日度，开始迄个伤空喙就打起安尼。啊，这我足深的感受就是讲，咱人即个身躯吼，安尼，迄个组织遐尔迄个严密啦。你若啥物所在无好势，就会产生问题，会酸会痛。啊，所以咱嘛定听着电视咧讲一句话，讲安那，讲吼，通则不痛，安那，哈，安尼，就是咱身躯的循环拢爱通嘛。啊，这个足清楚、足简单的原理，耶稣用这个做生命的比喻。啊，迄个价值就遮，上简单的话咧讲上深的道理，上有祝福的道理。啊，所以兄弟姊妹，离开主的伤害就是，耶稣讲若无我，你就袂当做啥物。而且呢，上严重的是讲，迄个高大的基啊，会互伊加掉，等去互火烧。啊，这表示讲完全气角啊，就对啦，无路用啊，我是要甲你斩掉。兄弟姊妹，咱拢无想讲我是受气杀的基啊，甲烧，我是要互主修剪，修剪了要互伊结果子做做。啊，所以咱兄弟姊妹，咱生命的难处甲打击吼，常常爱互主修剪。咱两码是主要互咱结果子，甲咱修剪。会堪迄种艰苦，但是毋通互主等掉啦，毋通互主甲你等掉，啊，甲你等去互火烧，吼。啊，所以有条诗歌，咱遮个较有会人拢捌唱过，讲这是国语的，伊讲你若无甲迄个橄榄底互唱破，你就袂当家植油啊，橄榄油啦。你若无迄个哪达的迄个膏油，你无家炼吼，你就袂流出你的香味啦。啊，讲到今仔日个主题，讲你若无甲葡萄等入去伫个酒榨的内底，伊就袂当变做酒，伊就袂当变做酒。啊，所以这首诗歌讲主啊，我这个人是毋是需要你温准的创伤啦？兄弟姊妹，咱逐个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各种可能的创伤来，人际上讲，人际关系上的创伤，事业工作上的创伤，家庭亲人关系的创伤，朋友的创伤，是毋是伫教会服侍你嘛拄着创伤呢？啊，那要安怎？咱爱学习一种要甲主结连的勇气，因为离开主就袂当做啥物，所以不管任何的创伤，我就是要互主修剪，但是我毋通互伊弹掉，毋通互伊弹入去火炉内底，这是上大的目标。啊，所以这副歌讲，每次的打击拢是真利益。若是你收去的物件，你用家己来代替。咱的主毋是讲安尼好像虐待狂安尼，就专门要找对付你的啦，要找你麻烦的，毋是，伊是用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用伊的生命来做代替。所以最后，兄弟姊妹，咱基督徒要安怎甲生命的主耶稣基督相结连呢？牧师提供几项的建议头前。既然咱毋是实质上的葡萄树较基，咱台湾人足够接基呢，足侪果子接的讲，咱生出无共款的果子台湾人足内行。咱甲主的结连就是啥物呢？咱就是讲，咱爱照着圣神的开咱。咱注意看耶稣咧讲这段故事的进程耶稣讲我要找圣神来互恁，这是有一个铺排耶稣讲我要。真理的神保惠师要互恁，表示讲耶稣伊迄个肉体身躯会离开，但是我的圣神要伫恁中间，照着圣神，咱会通甲主结连一个安尼实质有机的关系，生命的关系。啊，所以咱定求圣神的同在就是安尼，啊无咱人用理论、用迄个理智是做袂到的，爱求圣神甲咱做。第二。
要甲主亲近，要甲主结连，就是你爱有灵修甲祈祷的生活。有一款常常甲主亲近的，就亲像你咧穿迄个水沟会通嘛，你的血路会通透嘛，你的手机会接连接嘛。第三，咱爱常常有咱爱持续有这个教会生活，咱才会当实践主的教示。吼，你若无伫教会生活，你家个人吼，家己常常无法度人互人甲你提醒讲啊，吼，亲像即个有欠，迄个无够。啊，彼此兄弟姊妹互相的往来，互相的交陪，才会知影讲啊，原来即个欠这，即个欠迄，就亲像咱今仔日圣歌队吼，平常时足好的表现啊，但是咱嘛需要专业的老师搁甲咱提醒一下啊，倒位所在无好势啊，这就是咱伫教会生活爱实践的，像你参加服侍，敬拜团的服侍，咱圣歌队的服侍，啊，咱伫外口指挥交通的服侍，咱伫咧即个主日爱餐的服侍，这些拢是咧服侍。啊，服侍是毋是干那做迄个工课哦？是你要结连兄弟姊妹中间的关系，互你知影讲啊，我有啥物所在爱修正。啊，搁一项是爱借着温度的装备来传扬主的福音。这就是一个甲主连结的一个基本方式、基本款就对啦，基本款。但最后兄弟姊妹，咱今日经济好汉人学习是讲，你我大家爱追求真多会结果子的葡萄树枝啦，爱真多会结果子的。结什么果子呢？这几项咱拢真知影。你爱伫你的生命有见证，伫你的生命有水的见证。伫人的面头前看起讲啊，这个人吼特别无共款，原来伊是基督徒。真侪人伫职场，真侪人伫厝边头尾，真侪人伫伊的生活的范围中间吼，伊都毋免讲出什么款圣经的话，人就知影讲，这个人有基督的香味。啊，这就是结果子的证明。第二，咱来结圣性的果子。咱拢知影加拉太书内面写真侪，这应该是属于品格吼，也是你个人的整个的修养啊，整个生命的呈现吼。拢是叫做圣性的果子。第三，你爱有传福音、带人归主，这是实际的果子。互咱拢真鼓励兄弟姊妹，用各种的方法传主的福音，带人归主。咱的教会会当日日进步，吼，真哩，你有用心的引带人来教会，有用心参加幸福小组。用心伫新朋友来的时阵，你有甲伊做真水的接待，然后伊留伫遮，像即个葡萄树园吼，愈来愈开阔，迄枝叶愈大愈多安尼。搁一项是，你爱会晓感恩甲微心，热心来服侍主。你讲我结什么果子？我就是一个因为用感恩的心，我伫主的事工顶面无欠息，我服侍主。这就是果子的呈现就对啦。兄弟姊妹，咱大人拢爱结果子。这个果子是因为互你的生命较丰富，咱绝对无想讲啊，这个未结果子，啊，搁迄枝叶拢未青翠，啊，做实的讲啊，加去啊，来做肥料嘛，搁加减有路用安尼，啊，无甲烧去吼，烧去做火敷，啊，火敷就变做营养分啦。兄弟姊妹，你是要做结果子的葡萄树呢，还是要互上帝甲你加的等去火炉来去烧呢？这是今仔日这段咱真实的经济内面对咱的一个提醒。兄弟姊妹，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要邀请兄弟姊妹，你若是有心灵上的需要，你有肉体上欠安，你爱要伫主面前甲主相结连，互主的话命入到伫你内面，要来到主面前来相结。来做异地的祈祷吼，咱先来祈祷，然后请敬拜团、代祷团啊，咱的这个长老啊，咱的小组长啊，大家备办心，咱们三甲伫主的面前，用祈祷来交托，来见证主的异地。咱同心来祈祷。主，我哋上帝感谢你的稳定甲听堂，是阮祝福伫阮的中间。主啊，你讲出这个阮真熟悉的譬如，真的葡萄树的譬如，是你助力。就是活命的源头，阮是基，
虽然基础看到真水真好看，但是阮若无甲主结连，迄个基础马上就连去啊，迄个基础马上就无路用啊。甚至阮若是高达无结果子，就要互上帝来修剪，等伫火炉，互火烧去。主啊，我要爱伫你的面前领受即款的祝福，因为阮当真侪会结果子的百姓，你就要承认阮是门徒，是上帝你所听的学生。愿主将即款的恩典甲疼痛赏赐伫阮中间。主啊，阮即时要邀请兄弟姊妹，因检测有肉体上的病痛、软弱，也有心灵上的不足，以及生活上的欠缺，要伫主的面前同心祈祷。主啊，这是你所喜爱，阮同心祈祷的即个聚会，互阮通领受你天顶来应允，伫你面前安尼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请敬拜团也来帮咱吼，咱要唱这首诗歌《赐我自由》。咱吟一遍了后，兄弟姊妹勇敢免客气，你要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主的医治，是一个同心聚会的祈祷。咱徛到头前，咱请大导团长老同工开始来安排来做引带，咱来吟这首《赐我自由》。唱一遍了后，也是一半钟，咱就行出来哈。说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摸出我生命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咱开始会来头前后面客气，请兄弟来到头前，大家同心要来祈祷。勇敢，勇敢！上帝要听你的祈祷，上帝要应允你的祈祷，到主的面前来同心祈祷。来到头前，搁一遍来。上帝要听你恳求的声，你用行动到主的面前，愿主的应允甲医治临到你。咱楼顶老兄这边落来，免客气啊吼，也是讲你伫无方便通举手嘛有同工到你面前，为着你祈祷。你伫倒位？倒位就自由，世界自由，我可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咱请音乐细声，唔知咱有诶行动较无方便，你需要带倒请举手好无？咱请同工看一下，若有伫坐椅的中间有人需要带倒的，免客气，还是讲咱同工直接去找伊，为伊换手来做祈祷。这时阵，咱伫细声的吟诗的中间开始，请服侍同工，为着要服侍兄弟来为着因来做换手的祈祷。相信上帝已经伫咱中间，要伫咱祈祷中间来应允咱的恳求。感谢主，咱开始来吟细声来吟这首诗歌。你的倒位，倒位就自由，世间事物我可担当，主的心为我自由，是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你的倒位，
时咱继续继续，我要请在座的兄弟，咱拢徛起来好无？咱要当心伫主面前，搁一遍来做宣告。愿上帝的听，医治甲透放伫咱所有兄弟姊妹中间。有诶伫头前，有诶伫家己的座位，请甲你的正手放伫你的心。咱搁吟一遍诗歌，牧师来做祝福甲宣告的祈祷。咱来唱《赐我自由》。赐我自由的心啊，请你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活中的忧愁，看出我心中的不安，主的心啊。细声就好，牧师来做宣告祈祷。主我的上帝，你有应允阮，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爸是种葡萄园的，阮就是树基，甲主相结连。主啊，因为罪的缘故，影响阮，毋来影响阮的心神、阮的行做，包括阮的身体。爸上帝，求你，互阮因为甲主相结连，愿你结连伫耶稣基督真的葡萄树。阮就要除去一切的艰难，一切的罪，一切对外来魔鬼撒旦的搅扰。爸上帝，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徛伫头前以及伫座位中间，对主恳求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主啊，阮检测有肉体上的病痛，阮有心灵上的软弱甲软弱，也有工作、生活、家庭、人际关系中间的困难。爸上帝。一切源头，拢是阮爱甲主相结连，互主的活命的规律、圣神的能力，搁一遍进入到伫阮的中间，互阮的思想改变，互阮甲主的关系重新起造。主耶稣基督保护洗净阮的罪，互阮伫主的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爸上帝，伫你面前有肉体病痛欠安的，求上帝赐落医治伫因的身上，无论是器官的毛病。血路的问题、骨头的病痛、脑的问题，以及一切精神上的问题，主啊，愿你施落，若是你应允，主你就要施落医治，透放伫阮的中间。主你有应允阮，耶稣基督受鞭拍，阮就要得到医治。主耶稣基督为着阮受苦，阮就要得到平安。爸上帝，互阮平平安安倒转去，互阮领受你的祝福倒转去。阮每一个有肉体病痛的兄弟，通过医生的医药，更较多的健康，更较多的平安，更较多的医治伫阮众人中间。奉你的名来做宣告，你的平安甲医治要临到伫阮。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请坐，大家请坐，大家回座哈。感谢主，愿主应允，咱大家人伫主面前的祈祷，咱把时间交予咱的师父。奉献，这是咱三角的奉献，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会场请进入咱三甲来吟奉献的诗歌。放心的奉献，主我愿意；我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得我无比，我愿意献为你，奉献你所想事，何况我主。阿门。会众请坐。伫报告大声，咱先来读本话金句。咱掀开周报上后壁面，咱三角来共读。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以弗所书3章21节，搁一遍。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于到万世，代代无煞。阿门。以弗所书3章21节。这是请掀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事奉当中，请咱来注意，下周的司礼是杨中和执事。顶周逐项出席信息，请咱家己来参考。咱下开第4页，集体交通。第一点，中保大岛的事工46期，报名到今仔日截止，请有意愿要参加的兄弟，赶紧来1楼的公报栏来报名。伫下主日，咱有中保大岛东港的祝福车派礼，请东港三甲来注意。咱来看第3点，本会为着庆祝5月14的母亲节，咱定伫下主日提前开放来翕相，请咱有意愿、有意向的来，咱你紧来来报名。来看第4点，本会基督会事工的邀请，咱有两场的基督会，第一场是伫主日礼拜进前8点40到8点55分，主日的早祷会，甲拜五全教会的基督会，邀请兄弟姊妹踊跃来有备心来参与。咱看第5页，文图培育事工甲演习会的消息，咱有2023年幸福小组国际演习会，甲公报社举办手教心的抄写的活动，阁有冠冕真理理财课程，阁有哀伤陪伴的课程，阁有主日查经班的事工的消息，这详细内容，请咱家己来注意。牧区团体消息，上年团契伫拜六4月29日聚会，咱有暂停一道。以上下骹阁有一寡信息，请咱家己来注意。主日报告甲题目台牧区报告的消息，请咱家己来关心。关怀大岛的事项，咱持续为着下骹几项事项来祈祷大岛，特别咱嘛为着南部欠水来献上咱的大岛。咱嘛爱家己来节约来用水。关怀组咱会说明教会关怀事工，咱即马以优先用对牧区甲小组甲团契组织运作。有兄弟姊妹有特别的需要关怀，会当来办公室来联系，也是关怀部何信昌长老的探访团队会安排事工来前往探访。奉献精神的消息详细咱请大家来注意，有出入的咱请会计人员来更正。以上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咱
今仔日哈，咱要欢迎一个新朋友来咱中间，叫做张翠玲。张翠玲姊妹伫台顶、伫楼顶哈，来欢迎拍拍欢迎伊。啊，张姊妹哈，欢迎伊。啊，讲是对加拿大啦吼，加拿大倒来探亲哈，欢迎你，好，欢迎。啊，咱最近因为疫情已经较改善去啊，所以足侪人出国旅游啦吼，啊嘛有足侪国外的亲人倒转来吼。啊，我来补充就是讲，咱这新冠疫情吼，真正对5月初开始，明仔载开始，就咱的疾管局吼，即个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就撤销就对啊吼。比如因内部例行的报告尔，记者会就无搁特别吼。啊，则开记者会吼，所以咱拢总1197天，吼，一个囡仔出世就较准都会走啊咧吼，啊3岁啊咧吼，啊总是咱感谢主，咱平安经过这3冬吼，啊咱教会嘛是安尼，就是讲慢慢啊，大家若你感觉讲你的抵抗力真好，啊你就感觉健康无感染的疑虑，你无要挂口罩，无甲你勉强，但是咱伫团体遐尼济吼，咱若无啥物代志，挂口罩也是一个保护，啊咱就用即个自然的方式，啊，请大家继续啊保守家己的身躯啦吼。啊，第二个牧师我提醒一遍哦吼，后礼拜5月初7，搁14，2礼拜日吼，咱的教会有要布置迄个咱逐年拢有的母亲节的全家福的翕相的场景。啊，咱知影，但是你吼爱招家庭招好好啊，恁全家招好招吼，啊，咱后礼拜就开始。来安排这摄影的同工来甲你翕吼，啊，目前应该是有像较早安尼有2-3位啦吼，迄个心灵转角吼，啊，咱的即个1楼大厅，搁3楼遮，啊，所以有的单位要用即个场地，有可能翕相的场地甲你影响到，啊，咱请各单位甲相配合即个，连续有2礼拜吼，5月初7到5月14，啊，你若家庭倒一工较方便吼。邀请咱大家小少全家大细吼，啊当然有人是按小可打扮一下，穿哦较清彩的吼。有人讲专工穿的全家诶迄个 T 恤，安尼嘛是真水啊吼。啊来翕一张纪念相哦吼。啊你若摆落去吼，哦10冬吼，啊有啥物变化嘛？真水真好看。阮甲贾牧师翕的吼，拢搭伫咧壁的哦。看讲第几年前甲即阵安尼吼，真有意思啦吼。搁一项是咱。迄个风险证明已经来，会记你爱去领吼。你若有要报税，开始5月初就开始报税啊吼。啊，咱明仔载因为劳动节，咱就连续假日，咱教会的办公室嘛暂停哦吼，请伫遮啊大家到注意者，较袂讲来找无人吼。咱有一个小小的活动要甲咱邀请啦吼，就是安怎呢？就周报内底的第5页有写吼，就是讲咱有一本。叫做金言抄写的活动，牧师手中这是正本的吼，正本的安尼。啊，这金言抄写是咱印前1-2冬拢有捌推广过，啊，迄阵拢是大家人无共款的版本，啊，伊这边的特别公报社佮制作讲安尼啦吼，这个内页是安尼，你甲看，倒手边就是圣经节，啊，你都毋免迄个，就是正边倒一抓就是抄倒一抓安尼吼，啊，会当抄写，啊来。一个属灵的一个进展，也是讲一个查经的过程。啊，咱知经验是咱生活中真宝贵的经验吼。啊，所以这本册内底有写讲安怎呢？讲人生应该安尼足注意来品味就对啦吼。啊，咱的生命爱慢慢啊，甲伊品尝吼。啊，通过抄写经文，会帮助咱甲时间、甲精神。专注伫箴言的珍贵，伫一字一句的中间停顿落来，啊来回忆上帝的教示吼。啊，所以你就讲，那兄弟，你感觉有意向？公报社伊的办活动较急无？6月底若全部抄写好，会当参加伊的抽奖啦。啊，咱有甲遮个同工讲，啊，咱教会若无要参加抽奖，咱家己啊，恁会当抄啊到9月底吼，9月底安尼。啊，你若抄好，啊，互咱的小组长检查翕相起来，啊，表示讲有抄写完吼，啊，咱教会吼，迄个180块的这本册钱要还你啦。伊讲你有抄写，就甲你回应互你吼。啊，佫讲是你的，你会当送一个小礼物吼，送一个小礼物吼，啊，互你通
来做一个纪念。啊，当然，这本就像咱桌顶后壁面这张全教会做抄写的圣经同款，迄个一格一格。啊，而且是讲会照你的字体甲笔画吼，啊要写大字细字拢会使。啊，这是一个灵修的过程吼，像咱讲甲主结连的关系，你安静落来抄写。甲先去现代愈电子化，啊，咱就愈爱要转去原始的吼，买一支较好的笔啊来甲写。我想对你有帮助。有真侪见证哦，讲经过这个抄写圣经节，伊真侪的上帝祝福就来。啊，这是要互你试看嘛咧。啊，所以你若有意向，赶紧牧师会放这本伫迄个楼骹的办公室。啊，你若讲买，你甲签一个名，啊，伊就领着就随互你，啊，等于开始抄写吼。啊，这拢总180块尔定吼。啊，交钱是讲交一个报名费啦。啊，你若有抄写完吼，啊，就会当退还互你安尼吼。啊，拄则我有接到通知，本来是昨昏要问啦吼，因为明仔载是咱连续假日，所以今仔日吼爱心午餐有那个暂停哦吼，所以咱大家有无？有个水果，哦，水果甲甜点，安尼免哪交钱啊？免费。哦，你好，你若大家无赶紧走吼，你去楼骹食点心就对啦。啊，爱心午餐。毋是咱无爱准备，是因为人个师傅吼，迄餐厅伊无总讲假日伊就暂停就对啦吼。啊，这甲咱补充一下哦吼，有果子甲甜点哦吼，啊，这是咱家己准备的，啊，大家做去联谊交杯一下，才倒转去安尼吼。好，用安尼甲咱做补充的报告，咱来做结束。上营会众请起立，来吟上营的诗歌。上主大仁爱，应点你心内，主的听每时刻，把你应同在，愿主应更偏着你应主，比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之事，到永世代。咱请牧师来为咱祝祷。所以来领受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扶持、引带帮助，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拢无煞。阿免。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来闭会。今日第一场的礼拜到这结束，兄弟姊妹互相请安问好。